各位，我哋而家睇下，今日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，喺灣仔金紫荊廣場朝早舉行國慶升旗儀式，一齊睇下現場情況。升旗儀式啦，預計喺5分鐘之後啦就會舉行㗎啦。而警察樂隊咧係奏樂。紀律部隊儀仗隊同步操隊組成嘅方隊啦，係步操入場。較早時啦，行政長官李家超咧係到場檢閱制服團隊。今日出席儀式嘅啦，包括啱啱提到嘅行政長官李家超同夫人林麗嬋，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。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同曾蔭權，另外啦，仲有現屆政府官員、行政會議成員同立法會議員㗎。喺金紫荊廣場啦，係即將舉行升旗儀式。畫面嘅左下方咧係見到行政長官李家超，以及咧係中聯辦主任鄭雁雄，仲有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。早晨，行政長官，護旗方隊及儀仗隊已經準備好。開始。啱啱咧，步操隊嘅成員咧係提到，紀律部隊儀仗隊啦，同護旗方隊咧已經係準備好，而行政長官李家超啦就話可以開始儀式㗎啦。請各位面向國旗同區旗並肅立。請各位嘉賓面向國旗和區旗並肅立。Please face the national flag and the regional flag and stand solemnly. 升國旗和區旗，奏唱國歌。向國城進來！起來，不願做奴隸的人類，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章程。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，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。起來，起來，起來！我們萬眾一心，抱着一人的保護，前進，抱着一人的保護，前進，前進，前進進。立正！各位啱啱喺歌唱家陳詠同譚樂軒嘅領唱之下，以及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同皇仁書院合唱咧，係獻唱國歌。稍後啦，就見到特區政府紀律部隊喺空中同海上敬禮㗎。啱啱就見到啦，消防嘅滅火輪咧喺海上敬禮。
而飛行服務隊嘅直升機咧，亦都喺上空揚起國旗同區旗。喺升旗儀式結束之後啦，李家超咧會同一眾嘅官員以及嘉賓啦移步到會議展覽中心3樓嘅大會堂啦舉行國慶酒會。行政長官李家超啦係酒會嘅主禮。現在護旗方隊同儀仗隊步操離場，請各位嘉賓留步。現在護旗方隊和儀仗隊步操離場，請各位嘉賓留步。Would all guests please stay while the flag party and the Guard of Honor march out? 各位而家畫面見到嘅啦，係喺灣仔金紫荊廣場國慶75週年嘅升旗儀式。啱啱咧旗杆咧，國旗同區旗咧係升到旗杆頂。而家護旗方隊咧係即將步操離場。而較早時啦，就見到除咗係有行政長官李家超同伉儷一齊出席之外啦，仲有特區嘅一眾官員、行政會議成員、立法會議員，以及啦係前任特首，包括有曾蔭權夫婦、林鄭月娥，以及係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。見到啦，各個紀律部隊嘅儀仗隊同步操隊咧，而家係步操離開金紫荊廣場。今次嘅升旗儀式咧，喺現場咧係不設公眾嘅觀禮區㗎。升旗儀式完畢。而家見到啦，升旗儀式咧係結束。行政長官李家超啦，將會同一眾官員以及嘉賓移步到會議展覽中心3樓嘅大會堂舉行國慶酒會。大會堂參加國慶酒會，李家超咧係會主禮㗎。會先離場，其他嘉賓請隨後沿着大堂電動扶梯前往香港會議展覽中心3樓大會堂參加國慶酒會。The Chief Executive and Mrs. Lee will now depart。咁喺慶祝活動期間呢，警方喺金紫荊廣場一帶係實施特別交通安排㗎。運輸署就宣布啦，喺灣仔嘅博覽道、博覽道中同博覽道東呢，喺上晝5點半到11點啦，係臨時封閉。多謝各位出席升旗儀式。謝謝各位出席今天的升旗。